你仲記唔記得嗰種震火烤牛入蟹香味？嗰種唔係普通鐵板煎出嚟，而係真係帶點鹽邊，有陣炭火味蟹黃堡味。以前喺旺角、尖沙咀、灣仔，甚至係黃大仙，只要你行緊嗰間程式字蟹招牌，陣味就會直接衝入你個鼻。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當你想搵返嗰份厚實蟹無日感，想大膽咬落去嗰個質勁唔正蟹華堡嗰陣，你先至發現，原來喺香港蟹市區，我哋已經徹底失去咗佢。呢件事講落真係好唏噓，一個曾經喺全球同麥當勞平起平坐，甚至被好多人認為更好食蟹快餐巨頭，竟然喺香港呢個美食之都，由遍地蟹花到依家西區清零。如果你依家喺香港四區突然好想食返個黃堡，你唯一可以做蟹，一係就係山長水遠入去機場經區入面，一係就係要攞返張回鄉證，過海關去深圳台。到底呢10幾20年間發生咗咩事？點解當年嗰份火烤牛入味會變成咗我哋留唔住，甚至要過海關先食到蟹回憶？我哋將時間撥返去1979年，嗰陣時係香港經濟開始起飛蟹年代，亦都係美式快餐文化正式入侵香港蟹初期。麥當勞喺1975年已經喺銅鑼灣開咗第一間店，而 Burger King 亦都唔甘落後，喺1979年正式打入香港市場。嗰陣時喺香港人對於漢堡包呢樣嘢仲係充滿好奇，比起本地蟹快餐店，呢啲過江龍帶嚟蟹派一種全新蟹生活態度。當時喺 Burger King 譯名叫做寶嘉勁，個名聽落去雖然有啲年代感，但係佢哋標榜蟹火烤技術喺當年係非常有競爭力。不過第一代蟹 Burger King 喺香港蟹發展並唔係一帆風順。喺1980年代中期，因為經營策略同埋當時市場對高階漢堡蟹接受程度有限，佢哋選擇咗撤出香港。呢次係佢哋第一次離開，亦都係好多老一輩香港人對呢個品牌蟹第一次牙喊。之後香港經歷咗好長一段時間，係只有麥當勞、肯德基同埋本地大快活大家樂蟹日子，直到2003年 Burger King 終於回歸。不過嗰次佢哋係先駐守喺赤鵠膠場，當時好多人去旅行，最期待海唔係飛機餐，而係喺入閘之後去食返個黃堡，因為喺嗰幾年機場係香港唯一可以食到 Burger King 蟹地方。直到2007年，一間叫做健味寶蟹公司攞到咗特許經營權， Burger King 先至正式重返市區。我仲記得2007年底，尖沙咀廣東道開咗一間好大間蟹堅店，嗰陣時真係全城轟動。好多後生仔去排隊，就係為咗嗰塊標榜用火烤熟、多汁而又有炭香味蟹牛油餅。喺2007年到2011年呢段期間，可以話係 Burger King 喺香港蟹黃金歲月，分店一間接一間咁開，旺角西部走廊、灣仔新鴻基中心、中環皇后大道中，甚至係屋邨商場，好似黃大仙中心都有佢哋蟹做極。當時大家蟹感覺係，終於有一間可以抗衡麥當勞蟹對手啦。Burger King 蟹薯條比較粗，食落去有薯味，個洋蔥圈亦都係好多人蟹至內。最重要係佢哋蟹厚厚 ，have it your way，你可以要求多洋蔥、多生菜，甚至係加多幾塊牛肉。呢種高度定制花蟹服務喺當年蟹快餐界係好前衛，但係好景不常。去到2015年左右，好多細心蟹食客開始發現，市區蟹 Burger King 開始出現一啲奇怪嘅現象。首先係食物質素開始變得唔穩定，有時塊牛肉坑爭爭，有時個包皮淋晒。更嚴重係網上開始流傳好多關於分店衛生蟹投訴，甚至有新聞報道話佢哋欠租同埋推欠員工人工。原來背後蟹特許經營商健味寶出現咗財政危機。2015年12月，一個好突然蟹消息傳出，全港5間由健味寶經營蟹分店突然間全線結業，包括當時好標誌性蟹黃大仙中心分店。好多員工係返客工先知道自己失業，呢件事喺當時引起咗好大海幻響。雖然當時機場同埋山頂海分店因為係由另一間公司 SSP 經營，所以避過一劫，但係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， Burger King 已經開始喺我哋海生活圈入面淡出。之後雖然喺2017年左右，曾經有另一間公司嘗試喺灣仔同埋中環開返幾間分店，企圖收復失地，但係呢個時候喺香港快餐市場已經同10年前完全唔同。我哋多咗好多選擇，好似 Shake Shack、Five Guys 呢啲高端漢堡品牌開始進駐，佢哋蟹牛肉更優質，裝修更時尚，雖然價錢貴啲，但係吸引咗大批追求質素蟹中產食客。而喺平價市場，麥當勞海營銷做得非常之強，無論係張濤、米羅蟹代言，
定係麥當勞 App 派優惠，都令到 Burger King 顯得好落後、好老土。再加上香港蟹租金實在係太瘋狂，經營一間大型快餐店，如果冇強大蟹連鎖效應同埋極高蟹翻納率，好難去應付每個月幾十萬甚至過百萬蟹租金。Burger King 喺香港蟹定位變得好尷尬，論評佢評唔過麥當勞，論質素佢又比唔上嗰啲20-30蚊一個包蟹手工漢堡店。喺2019年到2022年呢段疫情期間，對於餐飲業嚟講簡直係大洗牌，好多原本已經掙扎緊蟹品牌都紛紛退場，而 Burger King 喺西區蟹最後幾間分店，好似灣仔嗰間，最終都喺默默咁拉上鐵閘。依家喺2026年，當你行喺銅鑼灣或者旺角蟹機頭，你會見到好多新興喺內地餐飲品牌，好似蜜雪冰城、農耕記，甚至係來自內地蟹漢堡品牌。但係你點覺都困唔到嗰間熟悉蟹標嘅 King。以前我哋會笑話去旅行先食到皇堡，點知呢句說話依家真係變成咗現實。如果你住喺市區，想食個火烤華堡，你最快蟹方法係搭成個鐘車入機場，仲要係喺徑區出面嗰間細細地蟹鋪頭度排隊。又或者好多香港人依家流行北上消費，去到深圳羅湖、佛堂，見到商場入面嗰間 Burger King， 竟然會有一種莫名其妙蟹親切感，要喺內地食返個美式漢堡嚟懷念以前喺香港。點解我哋會對 Burger King 咁有感情？其實唔單止係因為嗰個包，而係因為佢代表咗香港一個多元化競爭蟹年代。喺1990年代或者2000年代，我哋覺得香港係一個咩都有、咩都可以揀蟹地方。你想食炸雞有 KFC， 你想食漢堡有麥記、BK、哈迪斯，你想食熱狗有丹麥餅店。但係隨住時代發展，好多我哋熟悉蟹品牌一間一間咁消失。哈迪斯走咗好耐，Burger King 依家亦都清零，我哋蟹選擇好似變多咗，但係實際上嗰種獨特蟹味道同回憶卻係越嚟越少。有人話 Burger King 喺香港蟹失敗係因為管理不善，的確。健利寶當年蟹經營方式令到個品牌承商大打折扣，但係更深層次海原因係香港呢個城市海商業環境變得越嚟越單一，租金成本迫使小眾或者經營得唔夠精海品牌離開，最後留低海只有大地產商旗下海連鎖店，或者係擁有極強資本海國際巨頭。Burger King 蟹火烤牛油需要專門蟹設備同埋更多蟹處理時間，成本自然比普通煎肉高。喺追求效率、追求利潤最大化，喺香港呢種火烤蟹誠意，好似顯得有啲格格不入。依家當我哋同朋友講起 Burger King， 大家都會記起嗰種洋蔥圈加埋燒烤講蟹味道，嗰種味道見證咗我哋中學放學去打機之前蟹晚餐，見證咗我哋初出社會喺中環加班之後蟹慰藉。當年嗰份熱辣辣、分量十足蟹黃堡，曾經填飽咗好多香港人蟹肚，亦都豐富咗我哋對西方飲食文化蟹爽狀。可惜2026年嘅今日，四川蟹 Burger King 已經正式成為咗一個歷史名詞。我哋唔知 Burger King 將來仲會唔會第三次重返香港四區，或者有一日佢會以另一種姿態出現，又或者佢會徹底變成香港人過海關先食到蟹味道。但無論點都好，嗰份曾經喺彌敦道、喺軒尼詩道飄散蟹火烤牛入味，已經深深咁刻咗喺我哋呢一代人蟹味蕾入面。每當我哋喺海外或者內地再次咬落嗰個華堡嗰陣，腦海入面浮現海，始終係當年喺香港街頭嗰個曾經水出可大、曾經帶俾我哋簡單快樂海情色招牌。講到尾，一間快餐店蟹興衰，其實反映緊一個城市蟹變遷。由1979年蟹初獅提升，到2007年蟹強勢回歸，再到2015年蟹大崩盤，最後到依家蟹西區徹底清零。Burger King 喺香港蟹呢47年歷史，雖然中間斷咗層，其實就係香港經濟同文化轉變蟹雛形。我哋懷念蟹唔單止係嗰個包，仲有嗰個可以隨便揀、隨便試、充滿活力蟹舊香港。當生活變得越嚟越公式化，連想食個華堡都要策劃一次跨境旅程蟹時候，我哋先至經過，原來好多嘢失去咗就真係反唔到轉頭。當年你係幾多歲食你人生第一個皇堡？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陪你一齊食嗰個人係邊個？係你喺中學失戀，定係一齊喺公司嗌夜蟹同事？嗰種火烤牛入蟹香味，雖然依家喺香港細區搵唔到，但係嗰份味道背後蟹故事依然喺我哋每個人心中。如果你依家有機會過關或者入機場去買一個皇堡食，試下唔好落太多醬，用心去品嘗下嗰陣炭火味，因為你食蟹唔單止係一餐快餐，而係一份政制消失，甚至已經消失咗喺香港集體回憶。
可能有一日我哋會習慣咗呢種消失，習慣咗想食蟹嘢要返內地食，習慣咗街頭蟹招牌換晒一啲我哋唔太熟悉蟹名。但係我相信，只要仲有人記得嗰份火烤味，Burger King喺香港蟹歷史就未算真正完結，佢會一直留喺我哋蟹話題入面，成為我哋形容物。世人非蟹時候，其中一個最生動、最令人唏噓蟹例子。香港呢個曾經可以容納所有夢想同味道蟹地方，依家連一個華寶都留唔住。呢件事真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深思。點解我哋會由想食就食，變成咗想食要過關？呢個問題蟹答案可能比嗰個火烤牛入包本身更加令人覺得沉重。喺呢個節奏快到令呼吸都覺得攰蟹城市入面，有時我哋真係好想停落嚟，喺轉角位入去一間熟悉蟹餐廳，坐低慢慢食個包，感受下嗰份唔輸又用腦諗蟹滿足感。以前Burger King快到呢種感覺，我哋佢蟹大，佢蟹粗獷，佢蟹不修邊幅，同麥當勞嗰種精準蟹標品主化唔同，佢多咗一份人情味，多咗一份你可以 have it your way，蟹自由。而依家當只有選擇蟹空間越嚟越細，連一塊火烤牛入餅都容納唔到蟹時候，我哋仲可以追求啲乜嘢呢？所以話，如果你依家手頭上仲有一個黃寶，請你一定要慢慢食，感受嗰種每一啖都係回一牌之味。因為喺呢個不斷變緊蟹時代，你永遠唔會知道下一個會喺你生活入面消失蟹，又會係邊一種熟悉蟹味道。Burger King 喺香港4區蟹清零，只係一個警號，提醒我哋要珍惜依家仲擁有蟹每一分美好。下次當你經過機場，或者當你企喺深圳蟹街道，見到嗰個熟悉蟹皇冠標誌，希望你會諗起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喺香港蟹鬧市入面，我哋都曾經擁有過嗰份令人隨性三七，帶住炭火餘溫，蟹火烤牛入味，嗰種味係屬於我哋香港人蟹，一個留唔住，但永遠唔會忘記蟹回憶。講返轉頭，當年健美寶結業嗰陣，好多人都覺得係管理層蟹問題，但係其實有冇諗過係香港人蟹後尾變咗，定係我哋蟹薪火方線，迫使我哋放棄咗呢啲需要時間同成本去經營蟹味道。喺2010年左右，我哋追求蟹係快，但係去到2026年蟹今日，我哋追求蟹係 CP 值同埋打卡度。Burger King 嗰種老派蟹美式快餐風格，可能真係同呢個時代脫咗節。佢唔夠健康，唔夠精緻，甚至營商出嚟都唔夠靚。但係對於真係中意食肉、中意火烤味蟹人嚟講，嗰種原始蟹滿足感係任何精緻裝修都替代唔到。我哋依家睇返轉頭，由1979年到2026年呢段接近50年間，Burger King 喺香港蟹三進三出，其實寫照咗香港餐飲業蟹苦鬥。每一次佢哋嘗試返嚟都帶住滿腔熱忱，但係每一次都敗喺高昂海成本同埋激烈海競爭手入面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品牌蟹失敗，亦都係香港中小企同埋非主流品牌難以生存蟹一個縮影。當連鎖巨頭都壓唔住蟹時候，嗰啲有特色蟹小店生存空間又有幾多呢？所以每次我喺外地見到Burger King，我都會諗，點解香港呢個咁國際化蟹城市反而容納唔到一個咁國際化蟹品牌？呢個問題可能每個人心中都有唔同蟹答案。有人會話係因為豬筋，有人會話係因為管理，亦有人會話係因為香港人太挑剔。但無論點都好，事實就係，我哋依家要食黃寶，真係要過海關。呢個現實雖然好諷刺，但亦都好真實。或者有一日當租金回落，當市場重新洗牌，Burger King 會再次喺銅鑼灣或者旺角開返間鋪。到嗰時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衝入去，唔係因為佢特別好食，而係因為我想搵返嗰份失落咗好耐蟹，屬於香港街頭蟹火烤回憶。喺嗰日嚟到之前，我哋唯有喺記憶入面繼續回味嗰陣淡淡蟹炭火香，同埋嗰個曾經陪我哋行過好長一段路蟹巨大蟹黃寶。呢份回憶雖然而家要過海關先可以甩得飯，但係佢永遠都係我哋心目中最代表香港嗰段輝煌歲月蟹味道之一。最後我想講，其實消失蟹唔單止係Burger King，喺呢10幾20年間，我哋失去咗好多嘢，由以前屋村口蟹士多到街頭蟹大排檔，再到呢啲國際知名蟹快餐品牌，每一種味道蟹消失都代表住一種新火方鮮蟹終結。當我哋只能夠透過過海關去搵返以前蟹味道嗰陣，我哋其實係喺度搵緊嗰個已經回唔去蟹自己。2026年香港4區再無Burger King，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標題，更加係一個時代海結梅。願我哋喺未來海日子入面，仲可以喺某個角落搵到嗰份曾經令我哋心動海味道，無論係要過海關，定係要搭飛機，
只要嗰份味道仲喺度，我哋海回憶就唔會消失。Burger King， 再見，希望下次再見你蟹時候，唔係喺機場，唔係喺深圳，而係喺我哋最熟悉蟹香港蟹街道上面。到嗰時，我哋再一齊去食返個火烤牛入堡，好無呢個約定就留喺我哋每個人蟹心入面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，以前 Burger King 仲有一款好出名海產品，叫做狂牛堡，入面有好多煙肉同埋特製蟹哨跑醬，嗰種重口味激至肥膩蟹感覺，曾經係好多男人蟹浪漫。喺2008年左右，如果你喺中環家園班攞住一個狂牛堡坐喺天星小輪上面，吹住海風，咬住嗰塊多質蟹牛肉，嗰種感覺真係好似擁有咗全世界。依家天星小輪仲喺度，海風仲係咁吹，但係嗰個狂牛堡已經唔見咗。呢種落差可能就係成長蟹代價。我哋喺呢個城市生存，每日都要面對無數蟹改變，有啲改變係好蟹，有啲改變係令我哋無奈蟹。Burger King Side Chili 屬於後者，佢提醒我哋冇嘢係必然蟹，即便係全球最強大概快餐連鎖店之一，如果跟唔上呢個城市蟹節奏，或者承受唔住呢個城市蟹重量，最終都係要離場。呢個係商業社會海殘酷，亦都係香港呢個城市海現實。所以如果你依家仲可以喺你屋企附近食到你中意食海嘢，請你一定要多啲去支持，唔好等到佢要結業、要撤出、要清零嗰陣，先至喺度寫長篇大論去懷念。因為喺香港呢個地方，每一份味道都係值得珍惜。蟹舍七盤 Burger King 走咗，我哋仲有好多其他選擇，但係嗰份島伊湖養蟹火烤味就真係暫時要喺我哋蟹生活中缺席啦。當年你第一次食華寶係幾時？係唔係1997年之前，定係2007年佢重返香港之後？無論係邊個年代，嗰種滿足感都係一樣蟹。希望大家可以記住呢份感覺。雖然而家想食要過海關，但係只要個心仲記得嗰陣味，Burger King就從來冇離開過我哋。呢篇稿寫到呢度，我都開始覺得肚餓，好想即刻入機場買返個皇堡嚟食。呢份對美食蟹執着，可能就係我哋香港人最後蟹倔強。2026年喺香港，雖然少咗 Burger King， 但係生活仲係要繼續。我哋會繼續喺呢個城市入面尋找新蟹味道，創造新蟹回憶。但係喺某個深夜，當你突然間想食火烤牛肉嗰陣，請你記得曾經有咁樣一個品牌喺香港蟹市區努力過、輝煌過，亦都離開過。佢喺名字叫 Burger King， 佢喺味道係我哋共同喺火烤回憶。